下面就是讲那个第二个，嗯第二个是那个就是什么？刚才讲的是就是因而引导那个结束啊，就佛教之法啊，就是讲这样的，嗯怎么讲的？其在你这此生叫易经，传之世而旁，彼等普取寂灭故，虽不尽说宁真法啊，就虽不尽说宁真法。他这里就是说，这个非常这个稀有就是你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的这个身教，你的这个身教呢，就是不管是就是哪方面的这个教义只要一进就是任何一个众生的耳旁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呢种下了这个三根，断除了这个邪见，逐渐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驱入就是寂灭，就是涅槃的果位。所以这样的这个获得寂灭、获得快乐的话呢，谁不愿意就是结束呢？就是我们众生都是需要，就是快乐，快乐始终只是得不到的。哪里有快乐的话呢？那么就是谁不愿意结束就是众生就是从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一直到这个入灭之间的话呢，就是需求快乐就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就是奔波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快乐。如果我们真正是通到了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教义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得到这个真实的这种这个快乐。就所以说呢，我们谁就是不生这个欢喜就不生欢喜心。我说那个这个150佛展呢，就是150佛展的话呢，这个诵错忘了，就是但大概的这个意思的话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升起欢喜心刚开始的时候升起欢喜心，然后逐渐呢就是这个会闻思，就是然后断除就是贪嗔痴的这种烦恼就是当时是这个里面就是这样讲。其实这个呢是我们藏文当中也是有经常那个张家国师都是在用，就是所以韩文里面呢就是已经这个翻译呢是已经翻译的，因此我希望我们方便的时候应该答应一下，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是有148个宋词，就是好像说是145个宋词，就是里面就主要就是讲这个佛陀的这个功德就是讲的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读了以后呢，就是产生一种欢喜心，然后你不断闻思的时候呢，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呢，就是会这个灭除，然后这个快乐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快乐当中呢，有出世间的这个快乐，比如说一些真我的话呢，就是我们无可言说的一种这个快乐，这是大乘就是很多道歌里面呢，就是经常也称为是大乐就是称为是大乐。而实践当中的话呢，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这个执着减少了就事物的执着减少了，然后呢，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的这个本体已经认识了，在这个时候呢，众生的心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有一种放松之感，就像一个监狱里面的人呢，就是已经出来了以后的话呢，虽然他没有什么这个过多的这个待遇的话，但是总的来讲呢，就好像有一种自由或者是放松，很这个开心的这种感觉，就是那么我们也是得到了这个空性法门，利益众生的这个法门那这样之后的话呢，就是心态就是确实是很平静的比如说你以前没有听过大乘佛法的时候呢，你觉得是所有的众生都是你的这个怨恨的敌人，就是这么感觉的。然后呢，如果你听了大乘佛法以后的话呢，所有的众生对你甚至这个害你的话呢，这也是对你一个修行的助缘的话呢，那哪里有就是不是很快乐的？我看以前一个国外的一个大的，就是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不一定全部讲得出来，但是。他说有一个老太太，她有两个女的，就有2个女儿，就是一个是卖那个杜甫的，一个是卖雨伞的，就是然后呢，她天天都在哭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下雨的时候呢，就是她就特别伤心，就是可能那个杜甫卖不出去，就是难了，就是可能是这样吧，就然后一直这个哭的，然后那个天气好的时候呢，有她特别伤心，就是哭，就是害怕那个另外一个女儿呢，就是这个雨就是雨伞呢，就是卖不出去，就是他天天过。后来有一个法师呢，就是给他说就是你应该就是稍微换个角度的话，你应该天天笑，就所以当时人们都是给他称为是哭婆，就天天在哭这老太太天天哭。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法师呢，给他讲，你应该换个角度不好，就是你这个下雨的时候呢，你应该天天笑就是小女儿就是今天卖雨伞生意肯定很好，就是你应该高兴的笑。然后那个。就是下雨的时候呢，不是那个天气好的时候呢，扇子
好像不是说的面条。扇子是吧？但有2种说法。所以后来他就换了一个角度，就是他觉得也是对的，就是2个都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层面来就是认识。然后呢，就他就从此之后呢，就是天天的笑，就很开心的天天笑。之后的话呢，就人们都就称他为这个什么这个笑破是吧？就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对的。我们以前没有学过大乘的时候呢，就所有的人都是，就是我的周围呢，就是全部都是一种对我来讲是一种敌人了，就全是坏人，就特别恨。而且呢，我说件所谓的法呢，就是全部都是一种修行的这个违愿，就是让我学了大乘佛法以后，学了空性法门以后的话呢，甚至自己生病呢，自己别人就是侮辱你啊，欺负你啊，就怎么样的话呢，就全部都是成了一种修行的这个顺缘，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这样就通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开放啊，就是稍微心有点开放的时候呢，什么都可以这个接受。如果心没有开放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就变成了痛苦的这个因。这是心的一种制作的方法不同啊。经庄论里面讲是这个众生和佛呢，就是其实是一种觉和不觉的差别，也在这里。我们对任何法的这个也是制作的方式不同而已。因此，佛陀你的这个教言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听到二面呢，就是也是对众生来讲是这个解脱的这个因。《真话念处经》里面也讲了，说是听法供的出生死中，什么最为第一啊？就是听法供的就是出生死当中呢，就是最为第一，就是听了这个法的话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就处理生死轮回的话呢，应该最好的一种这个方法啊，我的就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有，哪怕是一天听1堂课的话，那其他什么没有做的话啊，绝对是今天有意义的。或者我讲1堂课的话呢，就其他什么没有做成啊，觉得还是今天是有意义的。凡是种下这个善根就是很不错的，有这种感觉。今天也没有听法，也没有讲课，就是什么都没有做的话呢，就心里面就是绝对是空荡荡的，而且今天没有做什么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我那天在那个北京呢，就是也引用一个教证，就是说《华严经》的，就是说是如来众现出现于世间什么这个唯开净慧呀，您得用安了就是唯开净慧呀，您得众安了用安了就是那么如来这个出现于世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为了就是这些无名的众生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开启这个慧眼让他们开启慧眼以后的话呢，这些众生呢，就是不是1天2天的这个快乐，1天2天的快乐，就是其实是不快乐的。就我们现在就穿个衣服吃个那个好的东西就是吃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就是然后一会儿呢，就是也许也不消化，就是所以有些人这个请客就非常这个开心，花了很多钱，就是让别人好好的这个吃一顿，就是结果呢，就是别人都是不但不快乐，就是好几天当中这个生病呢，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些都不一定快乐的。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让我们的这个智慧就是打开，让我们的这个慧眼就是启开，这样以后的话呢，见到事物的真相的时候呢，什么都不是烦恼，什么都不是痛苦的因，这就是真正的这种这个智慧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智慧，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懂得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寂灭法门是在这个世间当中是最这个殊胜的就是只要众生喜欢快乐的话呢，为什么是不求你的正法？不求你的正法的人真是愚痴者，可以这么说。